公主啊！世上好顶啊，是伟大，虽然为尊，你甘知？天下阮亲属啊，着招牌，阮在心上，你敢不知？公主犹如天上星，出家了，你对谁人尊敬？身边公主对我爱水平，凭你的身份甲地位。用带我紧叫叫帝王哩，全靠你家照即卖荣华加富贵，我只是无去拜受你，安怎插伫你嘛，也是顶着你的位。身边，你大几位国家的新妇，尊敬公婆是恁家爱做的代志，原定寿诞的家己，无八卦坐到位。将位兄做丞相又成对，你无去拜寿太离去，我单独一人上铁柜，并非我过爱轻视你，嘛你生命不知礼教廉体。你敢骂我唔知礼教廉体？我单单要抗你，倾吐圣贤诗，我招你瑞强享富贵。你我毋是一般的夫妻，驸马，咱的身份怎能比？我红红点金鸡，你抢了迄手机，毋通伤看重你家己，总只件检讨是一回。哎呀！Hello， 线上朋友大家好哦，跟我打声招呼，欢迎你进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我们欢迎我们的韵柔，对，今天抢头香了哦。等下咧是咱这个台语的电台吼，无咱昨原本礼拜四吼是咱台语的电台。等下咧来甲大家解说一下吼，为什么昨无起来直播？我昨走去台北咧，是咧做啥物代志吼？等下咧来甲大家解说一下，嘛甲大家讲咧，今仔日的主题咧，咱要来重新定义哦，这个能者多劳这个词哦。来，欢迎咱迄个线顶的这个观众朋友，哇，感谢啊！这个韵柔他说呢，型男爆笑直播男哦，你好，感恩我们的韵柔上来喽。首先呢，咱这部一开始咧，拢会唱一条歌曲，这条歌曲咧是咱的歌戏调，或者杜马调，咱做伙来收听看卖这条杜马调。欢迎收听
孤寒的电台，准时8点，互你来笑嗨嗨，阮的节目最精彩，内容知识长时行，成才才袂心惊吓。片段孤寒广播互恁听，祝恁大家金财宝满大厅。文化推动的电台，平安顺心吉祥感恩，欢迎你们收听雨涵的广播电台。今仔日咧无咱昨即个台语的电台吼，所以咧有较特别小看咱即个韵如咧，之前敢有听过咱即个台语电台的广播吼，咱平常时起来拢是国语的节目，咱每礼拜一到拜五暗时8点咧，即个武汉电台的直播吼，原本拢是咱即个国语电台。嘛欢迎咧，大家吼帮我订阅、关注、按赞起来分享出去，互更较侪人知影咧，咱即个台湾的戏曲安尼就对吼。昨咧，因为我历时吼有即个日照中心的即个公益的活动，我去甲因做服务啦，甲因做即个表演的互动啊，因年底咧嘛要来即个展演安尼就对吼。尾咧，我所想吼，我就想，我讲，既然昨即个下晡咧有即个时间吼，不如吼，冲去你台北去看即个唐美云歌戏的即个新戏，即个梦里海影迄边，梦在海潮那边。恁若即几工有闲的朋友吼，伊是即礼拜拜4到即个礼拜。今仔已经拜5啊嘛，吼，阮有朋友嘛是今仔日去收看安尼吼，所以你若明仔载甲后日拜6甲礼拜吼，有闲的朋友咧嘛，欢迎咧去咱即个即个台北即个国家戏剧院，因号在国家戏剧院吼，会当看即个唐美云歌戏剧团。即个梦里海影迄边，即出戏真正袂歹看哦。伊是一出算是古册戏，但是咧，伊重新甲改编吼，甲改编即个结尾，即个结局是无啥共款。嘛要甲大家讲咧，你所选择的物件，你选择即项，选择迄项，甲你的人生咧，会行向无共款的前途。甚至咧，甲你的生死有关系哦。当然，你即个中间内底吼，即个男女主角，因即对海贼即个夫妻咧，因是就是各玩各的啦，安尼啦吼。所以讲咧，当然你中间内底咧，你看会到一寡即个讲白贼的所在等等，嘛有咧交到新的男朋友足欢喜的所在。即出戏听起来安尼吼，敢若奇奇怪怪，但是阁袂歹看。所以讲咧，你若明仔载甲后日有闲的朋友咧，会当去到即个国家戏剧院去观看即出戏。那明仔载甲后日无闲的朋友咧，欢迎你吼，伫咱即个国历即个12月6號甲7號咧，伫咱即个台中的歌剧院嘛有即出戏哦。所以咧，你若有兴趣咧，会当去收看一下吼。今仔日的广播电台咧有较特别小看吼。第一个，咱今仔日咧改做即个台语电台，因为波兰昨即个礼拜4吼，
另外一点呢是今仔日呢，我无设定什么主题内容啦，就甲大家做一下开讲，所以你若起来的观众朋友咧会记得哦。除了这个订阅、关注、按赞、分享出去以外，会记得伫线顶咧，会甲我做一寡的互动，甲我做一寡的开讲吼，互我知影讲咧，线顶的朋友恁想要听什么的内容，安尼就对吼。过来咧，咱是唱一个歌曲，这个歌曲呢是咱这个七字连、七字摇板跟带七字一。伫咱即个一路打金鸡的 CD 专辑内底咧，这驸马咧驾驶完即个公主了，伊用即个钉条吼来拍公主，就是拍因某啦。但是因某既然是号做公主，公主是啥物人？就是皇帝的查某囝。伊既然用钉条拍皇帝的查某囝，即些代志当然咧是真大条。所以咧，伊唱即个七字连，因逃走了咧，咱就来听即个公主的表现，安尼就对吼。咱做伙来听即条七字连、七字摇板，佮加上咱即个带七字一连做伙吼，连做伙安尼，咱来收听看卖。公主做事理不明，言说互人心头硬。动手假死伊伤病，待好恁跳心不惊。驸马晓心无正义。因为爹娘忘妻离，风风雨悲冲了起，军队起灵来才开。大吹风管难消气，听歹八宝金相依，驸马无讲些情义，并过王严听伊。为什么呢？头前先唱这条歌曲呢？这个七字连、七字摇板，佮加上咱这个带七字一哦。因为之前有甲大家分享咱这个报地戏的这个朋友，这个 F 大大咧，一直咧甲我讲你去报名迄个歌上青啦。我原本讲我对这个比赛咧，基本上是无啥兴趣啦伊咧甲我讲咧，你著去比赛啦。反正你拢有家己的电台、家己的唱法，你就去比赛，去互伊得名安尼所以咧，即马要加入即个复赛中间咧，我伫咧想讲安尼我要炸啥物的歌曲安尼，我就是想讲咧，无伊有2个阶段，我想讲咧，若其中一个阶段咧来唱即条歌曲，安尼查甫甲查某拢有听现着安尼观众朋友，恁所听到咧，安尼敢有好听？也是讲咧有啥物通甲我建议的，嘛欢迎咧即个线顶来甲我建议一下哦。昨咧去到即个台北我搁去到即个公馆夜市，甲我进前大学的时阵咧，真正有无啥共款不管是遮个迄个单仔啦。也是讲即个店家啦，有诶倒诶啦，换新诶啦。其实看到新诶物件，你会感觉讲，抑阁袂歹哦。但是咧，看到旧诶一寡诶即个单仔啦，拢无伊心内嘛是有一点仔艰苦，安尼就对。所以讲咧，昨其实咧，这嘛是一场诶意外安尼昨咧原本想讲咧，
即个票价吼，上俗的即个600块的票价咧，就已经卖完啊吼。我就想讲咧，安尼莫去你台北看戏安尼吼。结果咧，结果甲即个剧团咧来即个问了咧，伊敲电话过来讲，咱其实吼还阁有3000几块的票价啦，2000几块的票价啦，1000几块的票价啦，等等安尼吼。我当下歹势，我当下讲好啦，无咱1200块的票价卖一张互我安尼吼。真正若甲人讲着了咧，我着歹势甲人即个拒绝安尼吼。所以等下咧要甲大家讲咧，咱即个主题或者重新定义能者多劳。为什么有今仔日即个主题是咱即个日照中心的长辈时代咧？来甲我讲的哦。我感觉讲咧，即个主题也阁算袂歹，所以咧感谢即个长辈时代，昨甲我一个开始，安尼就对吼。伊咧所讲到咧，即个能者多劳吼。原本咧我所讲就是讲咧，我去你看戏即场戏咧，我家己爱买票啊，我家己爱去你看戏啊。我还说负责任安尼就对吼，所以讲咧，即个长辈就甲我讲咧，能者多劳袂歹啊。我甲讲无咧，即张票是我家己买，我家己爱看戏，我家己要去哩呢，安尼吼。伊咧讲咧，伊重新定义即个能者多劳，伊讲啥咧？伊讲吼，咱若趁咱即马还阁有一寡钱的时间咧，去看一场戏，去赞助人。去布施等等，咱所开这条钱，第一咯，就有咱的意义的，安尼就对吼。第二咧，咱若去咧台北看戏啦，去咧台中看戏啦，来南部看戏啦，吼，嘛是甲人一种的支持啊。以及咧，趁你即马还阁会当看的时间，还阁会当听的时间，还阁会当用心体会的时间咧，去甲体会。安尼嘛，叫做能者多劳。我所听到伊安尼讲了咧，我感觉讲，伊安尼讲吼，真有意义对无？你若有感觉有认同的朋友，你线顶甲我拍一个认同。我感觉讲，即个长辈吼，真正真有智慧哦。所以安尼甲我讲完了咧，我就想讲吼，今仔日咧要起来线顶，甲大家做分享，即个能者多劳。即个长辈所讲的，伊咧讲咧，就是讲吼，趁咱即马还阁有钱的时间，咱着去甲购买门票，甲人支持。然后咧，趁咱即马咧还可以当走，咱着来来坐一只火车北上啦、南下来甲看戏，来去佚佗。趁咱即马咧还可以当看，还可以当听，还可以当用心体会的时间。去甲用心体会，这就互我去想着讲吼，咱前几集内底咧有讲着即个雅斯伯格症，对无吼？咱前几集内底咧所讲着即个雅斯伯格症吼，我到即马咧，我还阁无法度体会讲吼，伊所看着，不管伊是看一出戏，也是听一出的电影，也是讲咧，伊做啥物代志。伊内心内底咧，伊所想的是啥物，也是伊的情绪是啥物。若趁咱即马咧，还可以当做，咱着加去甲做。所以咱前几集嘛有甲大家讲着哦，比如讲布施，无一定是钱财，有时咱点一个笑容互别人，这嘛是一个布施啊。咱牵老人过马路，安尼嘛是一场的布施。恁讲安尼敢对？所以讲咧，我感觉讲咧，即个定义吼，抑个算袂歹，我着起来甲大家做一个分享，安尼吼。起来线顶的朋友咧，莫袂记哦，帮我订阅、关注、按赞起来，帮我分享出去吼。昨咧，我咧讲吼因为我去你台北看戏，所以即个台语电台吼爱刷到今仔日保护大家。我有一群的朋友就甲我讲吼，但是吼因拄好换因今仔日要去台北看《东美魂》即出戏安尼。我讲无要紧啦，咱
就是有缘分嘛，咱拄好去看共即出戏。只是讲咧时间无啥共款啊！恁若去看戏，恁就无起来甲我电台支持，迄嘛无算啥。安尼吼，因就感觉足失望诶。安尼我讲迄无要紧啦，咱就是有缘啊，拄好去看共即出戏。我相信咧，你若去看即出戏吼，即个邓美云新诶制作，即个梦里海影迄边，梦在海潮那边。恁若比如讲啊，拜六礼拜。即2天的时间呢，无法度去看戏的朋友呢，无要紧。咱即个12月6号一共7号，12月6号一共7号吼，伫咱即个台中歌剧院、台中的歌剧院呢，嘛有咱即个邓美云的即出戏哦。啊，若讲到要来广告戏吼，咱嘛爱广告一下，咱即个乡城歌戏剧团，就是即礼拜吼。咱若伫南部的朋友，伫咱台南的朋友啦，伫咱高雄的朋友啦，嘉义的朋友啦，伫咱即个屏东的朋友啦，莫袂记的哦吼。咱即个乡城歌戏剧团，伫咱即个10月19号，就是即礼拜日吼，伫咱即个台南桂林文化中心有即个戏里红叶的即个演出。啊，是售票演出吼，会甲大家做一个广播，就是讲吼，因是伫即个桂林的文化中心，毋是伫咱即个台南市的，所以吼莫走毋着场。我惊大家购买即个门票了咧，走毋着场安尼吼。来，过来咧，等下过来甲大家唱一个歌曲。伫咱唱歌进前咧，咱先听一个即个 CD 专辑内底，即个莲花铁三郎一共风萧萧。即个放伫咱即个驸马咧要出台的时阵，咱先来听看卖，等下较甲大家做一个解说，安尼吼。今日有领王兵，贵府提军王守礼亭，唯独公主不准行，驸马怒火满心兴。一老相兵。要万幸，尊心加倍，不将礼敬，命数照我，老君的应，为我做伊论分明。小小红灯，阮在道边，听你情形，不由过爱红回应。好，遮所听到的咧是咱即个一诺打印机即个 CD 专辑内底咧，咱即个莲花铁三郎一共风萧萧，这拢是咱较早即个电视歌戏的即个曲调安尼吼。来，咱即个美琴姐起来，咱即个线顶哦，甲伊一个扑啊声。伊讲咧，即个老新来咯吼，这就互我想到吼，咱即个较早的即个老歌仔咧，拢是吼，唱讲比如讲老新坐在呀落，听转来哟。吼，较早即个即个歌仔拢是安尼吼，哇，咱即个ABB 大大嘛起来哦，欢迎你起来哦。
哇，对啦，大家就是爱出声吼。你若出声咧，我才知影讲咧有咱即个线顶的朋友起来，安尼就对吼。头只咧有甲大家解说着吼，为虾米昨无即个广播电台吼？因为昨咧我去咧台北去看一场长美魂的戏，等下咧较甲大家分享。我明仔咧应该是讲我真系直播了咧。是福建的吗？唔是哦，吼，主播咧是台湾吼，是咱台湾。但是咧，你所听到安尼台语咧，较南部的即个口音，即个台南的口音呐。尤其咧，我搁伫舞台顶咧搬戏，所以咧，你会听到即个腔口有加较重，无像咱平常时吼，咱即个台语的即个对话啦，也是讲咧咱即个北部的台语，也是讲咧咱即个台湾即个宜兰的台语，即个腔口就搁无共款吼。你以为泉州吼，即个泉州啦，即个漳州啦，伊共咱即个厦门，咱即个大陆地区咧，共款吼，拢是讲咱的即个闽南话，但是吼，甲咱即个台湾讲的佫无啥共款。咱台湾咧，就是比如讲北部有北部的台语。即个中部咧，嘛有一个口音，来到咱南部咧，即个腔口就佮加较重。当然吼，我咧住伫即个台南，我毋知影讲即个高雄啦，咱即个屏东啦，即个口音咧，可能佫无啥共款。但是吼，我会甲大家讲哦，我无一定我的台语足标准，你甲大家讲一下吼。欢迎大家咧，等一下，头一咧去调调咱即个声吼，无怪即个声怪怪安尼吼。来，东部也有吗？还是东部？东部中咧嘛是有咱即个闽南话啊，只是讲咧即个东部咧较济是咱的即个原住民啦，也是咱客家啦等等。但是当然啦，比如讲咱嘛有咱嫁过迄边的啊，也佫有因原本就住遐的即个讲咱闽南话，吼，无一定讲因东部全部拢是即个原住民啦，无可能啦，吼，咱一定是安尼嘛，吼，咱较早的历史就是原住民住伫遮。客家人来到遮，甲因赶倒去哩。搁来换咱即个闽南人咧，来到遮了咧，搁甲因赶较去哩。所以咧，即个原住民才会住得较顶悬，安尼吼，较早是安尼的重点安尼。头只讲到对吼，我想者昨咧走去看即个长美魂的戏。等下咧，我若直播结束了咧，半暝仔咧，我会搁坐车搁去咧台北吼。为虾米分安尼2工去咧台北吼？因为咧，一场吼，我想要看即个长美魂即个新戏，叫做即个梦里海影迄边。另外一点咧，是因为吼，我明仔透早赶去了咧，爱搁去访即个店家啦，爱搁送即个专辑去即个我熟悉即个店家，所以咧，搁较不用小看，即个透早先去哩，先分即个专辑，搁来咧搁去看戏，看戏完咧搁较转来，拢是同工的来回。所以讲咧，昨就无甲大家做一个直播吼，所以咱是拜一到拜五暗时8点拢有直播哦吼。会记得吼，帮我订阅、关注、按赞起来，帮我分享出去。如果咧，你若想要知影上新的即个，比如讲今仔休困啦，是今仔日创啥的吼？下骹资讯栏咧有咱即个赖的连结，欢迎大家吼，即个连结过去，安尼就对吼。等下咧，搁要来甲大家咧唱一个咱即个杜马调。头只咧有甲大家讲着吼，搁来咧我要去参加即个歌仔上青的即个复赛。伊有指定曲哦，伊头一个阶段指定曲咧，就是咱即个七里啊啦。杜马调啦，
咱即个杂念仔甲即个江湖调四首歌经一项安尼吼，所以咧我会来经即个杜马调。我即届咧算是去一届的即个实验啦吼，我即届若去完了咧，明年若会当带遮的即个长辈，咱即个日照中心的长辈，也是遮个囡仔咧，经几个咧，阮做伙去参加即个团体组，安尼可能嘛袂歹。所以讲咧，我即届是算是即个乐于参加啦吼，是算即个实验场去参加看卖。过来咧，我当然希望讲吼，甲遮个比如讲身障小朋友啦，也是讲咧遮个长辈时代啦，带来做伙去甲参加看卖。伊若较袂惊舞台的，比如讲咱5个做一组来试看卖安尼吼。所以讲咧，咱若线顶的朋友吼，有兴趣安尼即个歌仔上青的比赛，嘛会当咧下骹资讯栏吼，是讲留言互我。咱明年嘛会当做伙来参加哦，来参加即个团体组啦。我唱一拍，你唱一拍安尼嘛，可以安尼吼。等下来唱一个咱即个传统的即个杜马调，嘛是咱即个一路打金机内底歌曲安尼，咱来唱看卖。但是咧，我袂加即个音乐吼，所以我毋知你倒一段我听一下安尼吼。强行逼我将本身礼来拜，我并非条工将伊塞，确实失手是我不该叫做用兵，夫妻才能在河海。行咧承认，这是你的错，本宫永远要过错。你又能奈我何？照片照行，我拢有照做，倘你过爱，免来啰嗦。带你见你呀做行，怎不对你呀，对你。来量情，我不量情。过来咧，若当我甲即个段落交好势了咧，咱每一集咧拢会共款有即个杜马调，伊共咱头前所唱即个七字联七字摇板。即个带七之一，算是互我即个练习的机会。你嘛吼无啥气嫌得，安尼一直重复听安尼就对吼。凡说咧，恁背起来，我袂背起来，安尼吼。凡说哦。明仔吼，咱即个北部的天气差不多20-30%，咱即个咧，即个台南啦、台东啦。共款嘛是20-30%，但是咧，咱即个台中只有10%尔。我嘛咧想讲咧，咱若去咧台北啦，咱通常拢会加一支雨伞。你若伫南部的朋友咧，明仔甲即个后日可能嘛要注意哦，加减可能有即个落雨，所以讲咧，咱出门的时阵咧，会记得吼，咱即个雨具咧，咱即个雨伞啦、雨衣吼，爱扎咧哦。咱即个线顶的观众朋友，敢有啥物想要甲我开讲的？因为咧，今仔日吼，其实是无设定啥物的主题啦，只是咧开一个直播咧，甲大家做一个开讲安尼就对吼。明仔咧，所想要去咧看咱即个新传歌仔戏，咱即个伫大稻埕的演出咧。好无，迄无关系啦。烦恼吼，咱有一寡戏嘛是号做烦恼，吼，无要紧，因为咧讲实在诶吼，咱若咧做戏诶时阵咧，较早吼，咱嘛是互人号做烦恼啦，无啥人号做
原住民安尼吼，所以讲咧有时吼，咱嘛是安尼咧甲人称呼啦，迄无要紧吼。明仔咧要去哩咱即个台北的地区，咱即个大吊埕吼，要来甲看即个新传歌仔戏剧团，因明仔咧有做2出戏。即2出戏，一出咧是咱即个《溏心榜》，即个文王食囝。为什么会食囝肉？是被骗食着即个囝肉，也是咧故意来食即个囝肉咧？明仔吼，大家若有闲咧，会当到即个大吊埕下晡的2点半，有咱即个新传歌仔戏剧团的演出咯。当然嘛是售票型演出，欢迎恁来到即个超商啦，来甲购票一下吼。咱韵柔讲咧，先去倒个垃圾没问题啊，你先去吼，我豆来讲，安尼就对吼。过来咧，伊2出戏吼，等等再回来哦，没问题，等你回来我再继续唱安尼吼。有另外一出戏咧，同款就是打金鸡，所以咧，我要来看吼，安尼打金鸡，伊安怎会来呈现？而且咧，明仔吼有即个古一凡老师，来做即个演出咯。所以咧，明仔你若有闲的朋友咧，即个下晡2点半。伫咱即个台北即个大吊埕的即个戏院咧，会当去甲购票来去甲看即出戏，安尼就对吼。另外咧，就是伫礼拜日，因共款有演出咯，但是咧礼拜日咧，是要演出即个鬼月鬼院，一共咧咱即个双手六文龙，所以讲咧，大家吼拜六礼拜，你若伫即个台北的朋友咧，有咱即个长美云歌戏剧团离咱即个国家戏剧院的演出，一共咧离咱即个大吊埕咧，有咱新传歌仔戏团的演出。你若介意看什么团，也是讲咧，对什么戏出咧，较有兴趣咧，即个较去甲看，安尼就对吼。你煮早餐请我吃哦，但是吼，恁兜大队，你要去倒请我食早顿，安尼就对吼。较有遐好诶啦！你若要请我食即个早顿吼，但是吼，咱先约好，看要约台北啦，约台中啦，约高雄啦，约台南安尼吼，看要约对，你先讲我好势，咱较来去遐集合安尼吼，去遐食早顿安尼吼。哎哟，咱诶线顶诶朋友拢真有爱心，安尼就对吼。等下咧。约你家吃哦，但是重点恁兜里对，离桃园啦，离台北啦，离咱高雄啦，离对啦，安尼吼。来，咱先听一个歌曲，咱即个一路打金鸡 CD 专辑内底，咱即个花甲烟一港良夜之歌，咱先来听看卖。等下咧，大家咧做伙来开讲落去吼。心不怕失不了，为爱多做去白首，连绵今宵老忧愁。
头只咧，咱所听到的咧是咱歌曲曲调内底咱即个花娇艳一讲良夜之歌吼。头只咧感谢咱即个韵柔咧，甲咱即个美琴姐互动吼，伊讲咱即个 YO 大大，伊讲咱 RAB 大大哦。韵柔咧，你若等下吼，即个倒本色倒完吼，会记转来哦，会记甲我讲一下吼。咱即个韵柔咧，诚久吼，即个进前咧拢是伫咱即个节目要尾啊的时阵咧，伊较会起来收听吼，就会开始唱歌啦，开始点歌安尼就对吼。今仔日吼，足无简单的哦，伫咱即个节目一开始吼，伊就起来咱即个广播电台，甲伊拍一个扑啊声。我最辣辣的爱你，我爱你胜过喜欢我自己。所以讲咧，你若等下吼倒本色倒完吼，会记甲我讲一下吼。来，等下咧搁甲大家咧即个广播一下吼。头只咧有介绍咱即个新传歌仔戏团，有介绍咱邓美云，有介绍咧咱即个礼拜日咧即个乡城歌戏剧团。搁来咧来甲大家介绍一下吼，相信咧恁若逐工咧收听的人，恁定吼真熟悉咱即个新谐星歌剧团咧，伫咱即个11月8号一港9号吼，伫咱即个左营的中山堂所要来演出的即个段相引，咱即个新谐星歌剧团由着咱即个米雪老师哦所编剧哦，所以讲咧，大家若有兴趣哦，紧去即个两厅院售票系统咯，来甲伊购买即个门票，安尼就对吼，即个。段相引的演出，我来看一下吼，这个别急着，你年纪还小，别急着宗教问题，哈哈，什么意思？等下，你所看到的是这个扛棒吗？你所无看到吼，即个前几集内底咧，为什么今仔日吼会来穿即领衫？即个文殊菩萨的即领衫哦，是因为咧，甲咱即个一心圆明戏剧坊咧，嘛是我老师的即个学生吼，所来即个结缘，所以讲咧，我去甲因教一节课吼，嘛无算教啦吼，阮互相切磋，即个声音要安怎唱搁较悬，即个声音咧要安怎放互大声，过来咧，即个嘛互即个团长吼，互我即个请我去看一出戏。然后咧，佮送我一领团服吼，真正感谢咱即个议会团长感恩。所以讲咧，毋是啥物宗教啦，其实逐项的宗教啦，拢是咧藏咱的即个善心吼。所以讲咧，才会伫咱即个节目一开始咧，拢会平安顺心、吉祥、感恩。咱就是咧尽量咧，莫去怨天，尽量莫去怨地。
做咱即个平常心的代志。像迄天吼，我去甲因聚会的时阵咧，阮虽讲着讲，无等下吼来去隔壁去看一场戏，阮着走去看戏啊。若讲咧，等下吼，咱转来即个教室内底来练唱歌，阮着转来即个教室内底练唱歌，安尼随心所欲，安尼即个安尼毋是无规范哦。咱是照着咱即个心内底所想的代志去做，安尼吼。所以讲咧，像昨吼，我走去即个台北看戏哦，嘛是随心所欲啊吼。来，咱即个线顶的朋友，咱即个运路倒本色倒完啊未？要转来啊未吼？等下吼，你抑阁毋紧转来，我要准备来唱歌哦。你紧转来吼，爱甲我讲一下，安尼就对吼。咱头一只咧，所听到咱即个CD 专辑内底咧所放出来即个花娇艳伊甲良夜之歌哦，咱现场来所唱一个，咱即个运路转来的过程当中所唱一个歌曲，安尼就对。稍等一下吼。分阳光保持十双手。甲你讲，我阁无说你放着即个人声版本，通话一下吼，无怪伊会走遐慢。歹势，即个突锤吼。阳光保持十双手，心不宽惜无理由，为爱独自去白首，炎凉尽扫路忧愁。这条歌曲咧是咱即个花娇艳伊讲咱即个良夜之歌哦，欢迎咱即个苏冠宇起来咱即个歌含的广播电台。
袂记的吼，大家会记得咧，帮我订阅、关注、按赞，一共咧分享起来，一个语涵的广播电台。头一个所要讲的吼，应该是拢讲完啊啦吼。但是咧，今仔日咧，虽然有讲较加较乱吼，因为咧，今仔日吼无啥物草稿啦，来甲小清楚安尼吼，所以讲咧，今仔日吼，即个随心所欲安尼所讲落去，咱即个台语的电台吼，咱即个韵路倒转来咧现场啊袂。如果若转来的话咧，拍一声招呼，安尼就对吼。也无咧，咱等下咧要来做咱即个腹式呼吸法，感恩3件事情哦。咱先来做咱即个腹式呼吸法，感恩3件事情。第一届做的朋友咧，等下咧对我的声音咧做伙来做哦。现在呢，听着我的声音，一起吸气，呼气，吸气，呼气，吸气，呼气。在你吸气的时候呢，我们的肚子膨胀起来。在吐气的时候呢，这个肚子呢要凹进去哦。跟着我的声音一起吸气，吐气，吸气，吐气。现在呢，我们来感恩3件事情。不论呢，今天跟同事方面，跟朋友方面，跟家人方面，甚至呢，在教育你的小孩子的方面，还是呢，跟陌生人、跟路人甲乙丙丁，跟我们的服务人员，跟着我的声音一起吸气，吐气，吸气，吐气。一起想着你的感恩3件事情，你是否呢也有感恩3件事情呢？如果没有感恩到3件事情也没关系。如果你做完感恩3件事情，想与我们做分享的，也欢迎线上这个留言跟我们做分享。感恩大家呢收听雨涵的广播电台，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雨涵的广播电台。如果有任何的休播资讯，也会在我们的群组、我们的赖社群呢来做这个告诉大家哦，来做这个推播。欢迎我们的淑芬姐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线上朋友呢，也别忘记哦，帮我订阅、关注、按赞起来，帮我分享出去哦。来，线上有没有任何朋友呢？想要做提问的，甚至呢，我们这个运柔哦，真的是到一个垃圾哦，就消失了。他可能呢，又跑去敷脸了，这样子哦。欢迎你等一下上来的时候再跟我们说一下哦。等一下呢，我们先来听一下这个一怒打金枝 CD 专辑里面的都马调。稍晚一点呢，再跟大家继续唱歌下去哦。我们先来听一下都马调咯。空之时，山内无细哩，并非故意出手来打金鸡，不免强事大
你听看卖，什么条件啊？向看见本身的你，方才是叫万不将功报尽，现在是我失的爱额头上泪流。罢了，有这之间何必将思念情，害我今日将好事停。哎呀，强行逼我将本身礼来拜，我并非条工，将伊使，但是失手是我不该，照做将命，夫妻才能再和爱。公主啊，今日承认这是你的错，本经永远要搁做，你有能奈我何？照片照镜，我拢有照做，听你讲爱，免来啰嗦。带你去看，命做缘，我不对你啊，对你依赖两情，我不了情。欢迎我们的柔语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这个来晚了是没有关系的哦，不用担心，不用担心。这个是在干嘛的哦？我看看，喂，OK， 好。啊，刚才来迟到了，没事哦。等一下呢，再回去听这个回放呢，看我们看咱今仔日的内容是咧讲啥。今仔日咧是咱这个台语电台，所以讲咧，嘛欢迎咧回去听这个回放咧来所收听看卖吼。等下咧来甲大家唱一个咱这个七里仔调。但是这个七里仔调呢，是我这个文师啊，这个恩师兴元老师，这个林选元老师手写这个佛教歌戏内底的歌词，然后呢，我来经两拍这个歌词来所唱哦。所以这两拍的歌词呢，其实原本不是来串做伙，但是呢咱来所收听看卖那个串做伙呢，所收听安尼七里仔调，感觉起来安怎的对吼？来，咱来听看卖这条七里仔调。观音佛祖救苦难，普济普渡几条山。你福来小福无限。生活之母，本是只在意，死不带去，生不带来。万般困难必有可解。难得不应该。我昨天呢，
昨吼不止即个10点才到厝啦吼，即个昨咧去即个台北看戏，搁坐即个马车倒转来咱即个台南吼，我倒转来台南到厝的时间拢已经半暝啊3点外，若准讲即个洗身躯洗完啊，用用的吼，差不多4点，我即个6点就倒起来。7点就搁上班安尼吼，但是咧，我伫即个车顶咧困甲足舒适安尼吼，我发现咧，即马即个马车吼，即个不管是核心客运呐，即个搁有啥物客运呐，即个核心呐，搁有国光呐，搁有另外一帮或者啥物客运吼，其实统联呐吼，其实吼拢袂歹坐，因即个马帮咧有即个2排的即个座椅吼，我昨昏困了诚舒适安尼吼，一路安尼困倒来恁即个台南安尼吼，天哪，好累吼！但是咧，我今仔暗时吼，即个半暝仔咧爱搁坐车去你一届吼，所以咧会搁添一届吼。如果咧，若明仔后日有闲的朋友咧，嘛不管咧会当去到咱即个国家戏剧院看咱即个唐美云歌戏即个《梦里海影》迄边即出新制作，也是咧去到咱即个大稻埕戏院咧来看咱即个新传歌仔戏团哦，无共款的即个戏出，有咱即个文王一囝，即个打金鸡，一共咧咱即个鬼月。也阁有双枪廖文良，如果你若有兴趣咧，会当就咱即个两厅院购票系统咧去甲购买哦。咱即个运路倒转来吼，来甲伊拍一个扑仔声。我头食即个七里仔嘛唱完啊，你嘛阁倒转来安尼吼。来，咱头食所唱的七里仔调咧，是伫咱即个佛教戏内底即个歌词，但是咧，咱即马所唱的即个七里仔调咧，要来唱即个一路打金鸡内底歌词吼，咱来所即个唱看卖安尼吼，搞笑。你偷讲，无啦，我搁甲你讲讲吼，你若倒转来吼，会记得甲我讲哦，安尼吼，来，咱来听一个即个七里仔调，是伫我即个一路打金鸡内底歌词安尼，咱等下咧，较甲大家做解说，安尼就对吼。世上河顶是伟大，虽然为尊，你已甘在。天地君亲属就交拜君在心上。你敢不知？在家父母对你的疼惜，高贵公主犹如天上星。出家了，你对世人尊敬，生病公主对我来爱说明。这条七里仔调咧，内底吼是连咱这个一路打金鸡内底咧这个驸马咧甲即个公主咧论即个身份一共地位吼。其实我头前所咧想啦吼，是要炸即条来去比赛，还是要炸即个大马调来去比赛吼？我较爱上网络咧来甲大家即个询问一下，安尼就对吼。
来，咱即个线顶的朋友吼，咱即个韵如咧，即个哈哈大笑吼，你哈哈大笑，我嘛甲你哈哈大笑吼。即个线顶朋友敢佫有啥物问题咧？想要甲我问的？如果若有咧，嘛欢迎咧线顶来甲我问一下，安尼就对吼。要无咧，咱等下咧要来准备休困哦，因为咧。真正吼，我等下爱搁坐马车去你到咱即个台北吼，爱休困一下，安尼就对吼。我所看一下吼，看一下咱即个线顶的朋友，敢有啥物问题咧？想要来甲我问一下。如果若有，嘛线顶欢迎大家所甲我问。要无咱就要来休困咯。咱就要来听即个一路打金鸡的专辑内底的内容咯。咱所来听一个，如果你若有问题，恁拍你的时间哦，我会随时起来甲恁看一个，安尼就对吼。咱先听一个咱即个一路打金鸡 CD 专辑的内容。欢迎南征北讨，战功渡四海。阮爸囝尽忠，好持大同的未来。你是公主，又是媳妇，回府拜寿是应该。为国征战又如何？早前之事讨功劳。我气势凌人，你奈我何？你若飞天，也袂比我地位高。国家宝藏。稳重如山，副主兵美名。安尼话我来问一下吼，咱即个鲈鱼，头只走去佗啊？头只走去佗？今仔日较晚来哦，头只走去佗甲咱大家分享一下。咱即个韵如，若佫有啥物问题咧，欢迎哦吼来甲阮问。今仔日咧，感谢各位线顶的好朋友哦，期待咱武汉的电台，不管是咱即个韵如，咱的美琴姐，IBB 大大，伊讲咱 YO 大大，伊讲咧咱即个苏冠宇，佫有咱淑芬姐哦，也佫有咱即个柔宇。感谢大家起来收听哦！等下咧，武汉电台要准备来休困啊！咱拜一到拜五暗时8点，会记得吼，起来收听咱武汉的广播电台。所以讲咧，还未帮我订阅、关注、分享出去的朋友咧，会记得哦，帮我订阅、关注、按赞起来，帮我分享出去。安尼吼，来，咱继续来收听咱即个一路打金鸡的 CD 专辑。感恩咱即个淑芬姐一直甲小弟的支持哦，感恩咱即个淑芬姐祝你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会当咧即个钱财不断一直来，安尼就对吼，感恩咱淑芬姐。什么条件啊？向我定准心的意。方才是骄蛮不将功报尽，现在是我失个爱马头将你用。罢了，夫妻之间何必将事业争，害我今日将好事停。哎呀，强行逼我将军身礼来拜，我并非条工，将伊使，当时失手是我不该，照做将命，夫妻才能再和爱。公主，今日承认这是你的错，本将永远要告状，你又能奈我何？照拼照行，我拢有照做，你讲爱免来啰嗦。